系到法国分派界人工系西王之界面包师傅齐国斌，佢系苗栗头份抗人，到法国2015年有8間嘅面包店。雖然佢當中意法國生活，但是自也愛年紀漸來漸大，所以2年半前決定轉到台灣，開始做獎辦嘅法國面包每塊面包店。該店目特別係裝潢同正規嘅分派設備，佢講堅持原料用心去做嘅法國面包，將係最重要嘅。當初都可堅持麵粉和老技切到重重，就在亞種法國麵粉卡分樣樣夾夾，當多位師傅都唔好用。唔過啲法國25年嘅麵包師傅齊國斌，還係堅持要進口亞種法國麵粉來做出精純的法國麵包。一個麵包好吃，對我來講是70%在於原物料的堅持。今天呢，像我說的，我做的是法國麵包，就是一定是用法國麵粉。對我來講，法國麵包是一個民族，這個法國的驕傲。老切出現嘅麵台，仲然配上度烘焙，還會注意溫度同外配結構嘅。今年40歲嘅齊國斌，13歲經驗去法國，15歲開始學做麵包，22歲就喺法國開業第一間麵包店，一直到6年老切，佢將決定要轉到台灣。父母親老了，當然這個是一定的元素。然後在這25年的過程，在法國，其實我感覺到這個孤獨。其實這個就是年輕的時候啦，我比較容易感覺到這個種族歧視的問題。然後在這個環境的生長，我也發現了，再怎麼樣，我還是那個亞洲人。啲法國麵包後，過一層奶油，加一點奶酪，接後紅酒，也係齊國斌啲法國千幾版嘅手法。轉到台灣過後，佢平常嘅料理幾都好。古早鹹菜蔻肉，每道拿來做法國麵包嘅料。看怎麼把這個梅乾空肉呈現在我的法國麵包裡面，然後再加上其他幾個元素，裡面有我加了這個 cheese，然後我個人我是比較喜歡吃辣，然後就有放辣椒。齊國斌頭下馬將轉到台灣開店，每一星期還是上愛多做去法國，唔過也要報嘅台灣安度食品安全嘅問題。大家將更加了解齊國斌要做出一定純的法國麵包，無加班香加甜味，無油無辣無半點鹹酥，看起來無乜嘅法國麵包。將係齊國斌吃到真正的法國麵包，大家總嚟教過你食披薩，食嘢唔爭完搭對。下個新聞發給上午時期，新聞直播圖。